好，大家平安，祝你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歌赞美我们的上帝。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的爱。上帝，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你相比。你心事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全能神，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啊，请你用圣灵充满我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渴慕你、爱慕你、亲近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
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让我们同心来到主的面前，以一颗祷告的心向他呼求，相信主必会拯救我们的心，牧养我们，扶持我们，直到永远。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因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福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服侍，也要看见复兴。我们求你的安抚，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风烛明的呼求。
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为我们降下一切的恩典。无论遭遇任何世俗诱惑和困难险阻，我们都会抛下上帝的道，只要单单的侍奉你，跟随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扬你的爱，直到让全地都听见。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那我们接下来进行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志梅牧师前往景美教会支援讲台。然后第2点，6月16、17中区牧者退休会，我们2位牧师会前往参加，在宜兰。然后第3点，下个礼拜的主日，6月22号，长执会同意开放客家宣教中心琼林教会来本堂进行建堂募款。那我们也请为当地宣教的需要来关心奉献。第4点，6月29号是今年上半年的福音主日，我们有邀请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简英慧老师带来美好的信仰见证，请各位弟兄姐妹再邀请我们的福音亲友来参加，那我们一起礼拜蒙承赐福。那最后一点，请各团契会长于下礼拜6月22号前提交第3季的服事排班表给英姐。下面团契消息，第2点，在6月21号的下午3点，妇女团契聚会，那内容是那个蔡文峰讲师的心灵课程。然后有一个特别的，有一个教界消息，我们的永和教会，那曾经是建成的子会，在6月22号下午3点会举行社教70周年的感恩礼拜，那有特别邀请建成母会的牧长参与并致辞，那本会会派员前往致意并致赠贺礼。那下面的奉献明细，请大家自行参阅。接下来奉献，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奉献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建成教会一步步的成长，成为一间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我们也可以很开心、很大声的说，我们建成，我们有爱。那也求主透过待会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建立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许多同工同心参与在其中。我们也愿意更加的亲近你，成为那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也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持续守护你的教会，兼顾这个属灵的家。现在我们也为了圣工，将我们的金钱摆上。那最后，我们也一同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向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礼拜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6章1到7节，我来读。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第5节，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悦，就拣选了司提反，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他们又拣选了腓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皈依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信仰。那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同心合意建造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一节牧师。谢谢立安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边领受你的话语。也因为教会，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医治、安慰、盼望。愿主你今天的话语亲自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我们要的负担的一个使命。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在2000多年前，圣灵降临，召聚了上帝的子民，同心合意的建造教会。所以教会跟召聚、跟聚集其实是有关的。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聚在一起，好像是人的组成啊。你今天早上起来，因为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你就来到教会。可是用上帝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哦，是上帝呼召、上帝拣选、上帝聚集。你看台湾现在那么多个人，有到教会来，其实是少数啊。所以在弟兄姐妹，不管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到教会，有的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有的是朋友、同学、同事带你来的，或者是有人经过教会，像今天早上就有一个经过教会，然后一直在那边拍照，然后那个招待的就一直跟他讲，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兴趣，可能这样就来到教会了。志梅牧师，我们去教会也是很好玩，上次有分享过。他去学一个小提琴，小提琴那个跟我说啊，你这样哈，自己一个年纪那么大还学小提琴呢，很辛苦。有一个地方有唱歌，你要不要去？他就去了，就是教会。所以上帝用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带我们来到教会。所以用属灵的层次上面来说，我们人都是被动用上帝引导来教会。耶利米书1章5节，上帝对耶利米说：“
我还没有创造你，你还没有在妈妈的肚腹里面，我就认识你了哦。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深信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要认知什么？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上帝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把你呼召来教会。甚至来到教会，你会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他一个使命。像上帝就给那个小提琴那个老师，他的使命就是叫志梅牧师去那边唱歌。他一定没有想到，我想我们后来都没再跟他联络了。他一定没想到，他就叫他去唱歌的人，后来会成为牧师。然后不止他成为牧师，他先生也成为牧师。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陪伴的，我们说的任何的一句话，任何一句话。像前阵子我的侄儿就跟子瑜一样大的那个在金门的，他最近又生了老二，然后要生产之前有来我们家里面做，然后讲一讲就是说，阿姑，叫我舅舅，你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你跟我讲什么话？你记得吗？我说我忘记了。我跟他讲说，这个家你要撑住，这个家你要撑住。他说他有记得了，所以他就真的把他爸爸妈妈弟弟，他把这个家里撑住。我吓一跳，我想我这样讲一句话，他就把整个家撑住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2000多年前的这些门徒其实是一样的，上帝不会随便拣选他们。可能我们现在当局者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渐渐会明白了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到4节。今天1到4节，其实他这边有说到门徒就越来越多了。然后这边有讲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就开始吵架了。教会的问题来了，上个礼拜牧师讲哇，大家同心合意然后房屋公用，把房子卖掉然后供应大家。可是你看，马上问题就来了。因为当基督的福音越传越广，很多人就想来。那时候信的人不是说来10个哦，现在如果突然有10个人信主来我们建成其实也会有骚动，你知道吗？也不是100个哦。你看当时使徒行传写一下子3000个人受洗，5000个人受洗，哇！那不同种族的人，有钱人，有很贫穷的，有孤儿，有寡妇，他们无依无靠，都到教会去了。牧师每次回想第一堂台语堂的时候不管母亲节啦，父亲节、圣诞节，社区的长辈来献诗大概20-30个就产生骚动了。什么骚动你知道吗？习惯晚来的长辈，可能或者是习惯的人，他可能坐这边比如坐那个市民那边，市民举手一下，市民可能坐那个区块。他突然来的时候，发现那个区块整个全部坐满了，然后他就跑到3楼。你看，来了20-30个人就转变了。然后1楼用爱餐的呢，我们又要特别帮他们留。有一些人本来那个川普小组坐的位置就被占走了就被这新来的所以你看才来20-30个人我们就产生变化何况那时候一次增加几千个人。从这4节给我们看到，12个使徒他们已经没办法顾到很多人的需要。你们觉得一个牧师独立牧养一间教会，一个人可以顾几个人？佑叔，你比较属灵的人50个到70个一个牧师其实要顾到7个，真正好好顾我的牧师讲是好好顾所以其实所以你看使徒他们顾那么多12个使徒，所以他们已经顾不到了。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且他们要专心什么？传道、祈祷，这个都是很花时间准备的。所以开始就出现一些什么不公平的声音就出来了。不公平的声音出来，我们就讲到忽略了他们寡妇的需要，我们就知道民以食为天我们常常看到古代会战争是什么？没得吃所以我们对岸以前在红卫兵的时候说人人有饭吃，喊出人人有饭吃
哦，就是没有吃就会暴动，真的哦。所以教会其实也是哦。但是这个看起来是食物的问题，表面上是吃的问题，但其实后面又牵扯什么问题？两个族群的不开心，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嘛，语言都不通就不了解他需要。比如说黄信就跟我讲他的需要，可是他讲了一口流利的欧洲的语言给我听，我也听不懂，我不晓得黄信在讲什么。好，就不管他了。黄信就很生气啊，我跟牧师还愿，他就不理我，他不理我，我离家出走1年，我去走1年再回来，所以回来了，就是这样子啊。他们那时候就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食物的问题。但是牧师上礼拜有讲圣灵降临，然后那个房屋公用，那个不是通则。那个只是一个基础跟图层，上帝的教会因着什么有机体在一直做改变。其实建成教会，你们有没有觉得在改变？你自己有没有改变？博彦，你有没有改变？改变什么？讲一下。不能用爱，而且你看，你要身上要抱1个，然后很快又抱2个，会再抱3个吗？不要压力。我们其实。我们也会一样，里面会不一样，外在也会不一样，外在会很多的不一样如今他这个讲什么？开始问题来了。牧师跟大家讲一个团体不可能没问题，问题是日常。我们的工作里面一定有问题，我们的家庭有没有问题？正常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有2种处理方式。第一种，盖住问题，当作没看到，但是我们要知道，问题盖久了会怎么？会发臭，会反扑，然后呢会很大。第二种，就面对它。那你们觉得使徒采用哪一种方式？使徒正式面对他们这个团体上面的问题，面试他。所以使徒们处理的问题都是，他靠着上帝的力量、圣灵的引导，他选出了7位领袖来帮使徒管理教会。所以重视问题，他没有掩盖，他没有不管。可能使徒他如果要掩盖，怎么掩盖？因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少数，他可以不要重视少数的意见，但是使徒们没有。牧师回想8年前受上帝的呼召2位牧师来到建成。讲实在的，那时候对建成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团体，里面是怎么样，我们根本没有去打听。但那建会长老说他要找2位牧师，他有划我的 FB 一直划。这个牧师怎么样？人家去划，看一下那我们2个就很顺服，就来到建成啊。我想那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像这2个牧师到底是银牙币，会放大镜去看牧家我好像听过是婷宜讲的，不晓得牧家的孩子会真高拐。不是你好，谁承认谁？一定也会嘛，一定都会的嘛，因为大家会放大镜来看牧家是怎么样牧家怎么样？其实来到教会，这个长老他们都比较知道，没多久问题真的出来了，而且还不小还不小牧师有一次讲到也有说如果知道那时候建成的问题这么多，我们就不敢来了，我们找一间小一点的，人不要那么复杂的可是问题出来的时候，2位牧师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是上帝对建成的怜悯，让建成怎么样有翻转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如果问题一直在下面，看起来好像无风无浪，可是下面其实是冰山，撞到的时候就毁了，就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让建成重新建造的一个机会。而2位牧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2个要用智慧跟勇气来面对问题。我们可不可以选择逃避？金会长说不行，可以啦，你们汉牧师很快就走人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跟这位牧师真的是有下定决心那我们就一任4年，就面对不行，大不了我们就走掉
啊，就走掉啊。所以面对很多的问题，那时候很多问题浮上台面，其实搞不好中间有人都有参与。人与人的问题是最难处理的。那在处理人与人过程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制度，我们要怎么样调整？那时候其实社区跟教会也很大的不是很对，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很同意做社区这个工作，牧师都有讲过。还有呢，往前跑我们要传承，传承的问题都要面对，就是会得罪人的教导啊，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讲奉献。牧师按着经文，我们该讲我们还是要讲，我们该讲还是要讲。所以这几年啊，感谢那个长职，我们同心合意。承担责任，真的要用很多的智慧、耐心跟爱心来面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尤其牵扯到人，其实人本就是最复杂的。但是对牧师来讲，问题其实出现是好事。我家里面其实也是，我们的问题出现是好事。我们都知道，当孩子，博远以后知道，当孩子都不跟你讲的时候，哇，你要很担心呢。跟你讲的时候，你不要说哦，不要一直讲，不要一直找我讲话，不要一直讲话，哦。当不能跟你讲，你就很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处理不了的问题，只有怎么样？有没有合一？牧师有分享过那个漏水嘛？那时候我跟这位牧师心里面就说，如果长执会里面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刚来而已，而且我们觉得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做这个墙壁修漏而让长执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当大家长子都同心合意，虽然可能大家觉得说，哇，牧师那钱要从哪里来？哦，还是有。但是上帝透过这个外墙维修，让大家见证了上帝的恩典跟神迹奇事。我们透过问题的发生，我们去调整，会让信仰的团体怎么样成长？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程。其实我们家里面也是一样，你个人也是一样。其实你自己，你就常常搞不清你自己是怎么样的。有时候我突然这样，我会生气；那样不会生气。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愿意委身、愿意经历，你可以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在里面。今天的经文讲到吃嘛，牧师就用爱餐来做个例子，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学到什么信仰。建成的爱餐目前是花最多钱，然后参与的人数几乎是全教会。然后牧师其实也很坚持要有爱餐。我们虽然有时候会感觉到没钱没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以牧师的角度来看，爱餐不是只有吃，更多是信仰在当中的操练。怎么说呢？首先，等一下我们看到爱餐如果你们早点来看长辈，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你会看到那个至少你有留下来吃，至少会吃30分钟嘛。那个吃的过程当中，可以彼此嘘寒问暖，像黄信，坐下来之后一定会跟黄信聊聊嘛，最近怎么样？那黄信，比如他有碰到很大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彼此来担他的重担。如果碰到子瑜，跟他讲，结婚很开心，分享子瑜的什么喜乐。在吃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我们今天早上其实你们看长辈们留下来，其实有很大很大的画面。再来呢，我们知道一个施工需要有人怎么样奉献。我们每一年都会为了爱餐有一个人3000块，但是自愿的了有大概50个礼拜。上帝其实都有在感动每一个人，你可以也是有2种选择：拒绝。上帝帮你感动，你当作拒绝，那你就牧师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其实上帝要透过这个操练你，你连3000块都拿不出来，拒绝。有的人，很多人甘心来回应。你说牧师我又没有吃，好，等一下牧师讲一个例子这个跟吃不吃是没关系。奉献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了解一下，了解什么？我们所有的其实是上帝给的啦。
所以刚一开始牧师讲嘛，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上帝？你该不会觉得你现在有的恩赐才干是你自己的吧？我们不会这样觉得啊，基督徒不会觉得，所以我们觉得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甚至操练什么呢？有可能弟兄姐妹他工作不是很稳定，但是他一样奉献什么？上帝在操练他什么？你要更多依靠上帝的恩典来面对每一天啊。所以其实奉献有很大的明天下礼拜是刚有讲有一个教会客家的教会，牧师去那边开拓，他下礼拜要来。刚刚浩志跟我讲，牧师我要去日本玩13天，下礼拜不在，那我这个奉献你帮我奉献给下个礼拜那个教会。我想是上帝对他的感动。艾山牧师再举一个例子。最后那时候还有欠大概20几个人还位置礼拜。有一次郑梅姐就在报告，然后我们线上有出去。有一个姐妹，她其实长期在跟癌症抗疗，已经好几年了。她依靠牧师，真的蛮希望盼望有一天她可以来这边做见证。她动的手术大概不下10次，不下10次。她也常常为了我们需要奉献。那一天他听到了，我想他回应上帝的爱，他一次认养10个单位，3万块。最后呢，爱餐最重要就是人。牧师很谢谢很多后面的无名英雄我们的关怀部长还有我们几位大厨，还有我们礼拜6的料理人员，以及善后的一些我们现在各团契的同工，还有招待的参与。牧师替耶稣很谢谢你们所以我们等一下吃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这一餐不是那么容易还有这一餐但牧师换个角度说，你们能够服侍是你们蒙恩因为你让上帝来使用，因为是上帝在操练你。我们这个事工做了快8年了，1年有50个礼拜好了，我们已经爱餐吃了快400次。这400次其实很不容易可能在过程当中又有一些疲惫，又有一些埋怨，又有很多不是那么顺心的，因为你要一直来分工一直来，400次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牧师真的很谢谢这些同工们，他们愿意这样委身在当中。但是牧师今天说，2位牧师其实也跟你们一起同心2位牧师没有在旁边纳凉。牧师其实这一段是早上感动写的牧师不是要讨拍我先跟大家讲这400次里面你们是大家分工但是义杰牧师400次跟志梅牧师我们是要参与400次是什么？早上6点多，每个礼拜6点多钟来，我们要去开门。我们要开门。我们如果有事出去的话，就是牧家的小孩要来开门。就牧家的小孩要开门。牧师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个事工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愿意参与在当中，我们愿意委身在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事。因为每次看到长辈还有弟兄姐妹在那边吃，在那边哇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喜悦的一个事情。我们接下来看那个经文5到6节，经文5到6节，经文5到6节就是他们就拣选了司提反他们7个人来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教会出问题，其实上帝会自己兼顾，我们不要害怕。这边说了嘛，他们就对众人当中选了7个人有好名声的蛮有圣灵充满的这7个人来管理教会的日常。本来让我们看到这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当众人同心合一，他们支持使徒的建议。我也感谢长子，常常我跟牧师有一些建议，你们支持我们，然后并且他们又同心合意拣选出什么敬畏上帝、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当中。他们拣出来帮使徒分担事务，然后
服侍众人的需要。他们这样同心合意，就让这个教会怎么样？又开始蜕变成不一样了。你们看，教会的形态又不一样了哦。接下来牧师要讲一个主题哦。当我们的教会在讲合一的这个时候，合一也可以1、2、3的一，合一比较不完全叫做其一。较多时间不是独唱，而是像圣歌队一样，有分4部一起在唱。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啊。怎么说呢？教会内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同一间教会，感觉大家是一间教会，但是我们又有分的，有分什么？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跟信仰的形态是不一样的。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有耶稣，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的心志。这样展现出来的同心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啊！我觉得现在出了很多的问题，不管是教会内外，就是尊重这2个字很难，因为我们人受到自己狭隘的一个眼界啊。那个黄信那天分享一个高墙挡住，挡住我们的眼睛，高墙挡住我们。我们不知道人其实本来是多样性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生活背景。这件事情可能对众人很严重，对廷一可能讲有那么严重吗？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学经历、语言，甚至是族群、政治上面的看法不一样，年纪、价值观，还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份背景。所以其实不止在外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信仰体，我们都有同样有耶稣哦。要合一，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要合一，就需要有什么？极大的耐心跟忍耐。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牺牲奉献在这个团契里面，才有办法合一啊。你看，可晴鼓掌，才有办法合一啊。我们常希望说大家合一，合一是什么？你听我的。以前的长辈是不是高压的？你听我的就对了，不要有意见。这个不是合一啊，这不是合一。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12章12节所讲的，我们的身体原本是很多的肢体组成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眼睛、嘴巴、鼻子、手跟脚等等，脚趾。每一个肢体都非常的重要，没有说哪一个肢体不重要，而且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这个身体要正常的运作。你看，单单牧师现在嘴巴想从这边走到这边，如果脚不动，我也走不过去。我们要正常的运作，每个肢体非常重要，所以每个肢体要互相扶持啊，因为我们这些肢体都属于这个身体啊。就是我脚受伤了，我等他，我手脚全部等他。眼睛看不到了，其他的手脚帮助他。弟兄姐妹，这样才是合一啊！这样才是合一。上帝给我们建成教会的一个意象，成全众圣徒。成全跟合一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成全跟合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只是在职分上面，我是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会长，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以主日礼拜来讲好了，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啊。如果你们都不参与，这个礼拜就我跟长老唱独角戏啦。然后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现在有5部嘛，这个5部要互相的什么同心合意，互相成全啊。如果这5部都想拿业绩，然后5部的部长都想站在台上刷存在感，那你们会想会是怎么样？如果大家很自私，冷气坏掉，大家不想去管。上次有时候直播出问题，前几个礼拜，其实大家在做礼拜可能不晓得，后面忙翻天了，你知道吗？那边忙那边忙，大家忙翻天，就是想办法要把直播把它弄好。爱餐也是一样，没有人要奉献，没有人想要出来料理，没有人想要出来善后。
牧师可不可以说我6点不要起来开门？可不可以？浸会长老可以的啦，很少。我听过一个很好玩的，很多教会啊，很多教会，然后团契聚会就请牧师来开个门，牧师跟他讲说：“我这个开你最后一次。”牧师讲真的，以后你们自己要来开门。然后有一个教会更扯的，我这个上礼拜才知道，有一个教会是在中南部的，他们的教会在1楼，牧师馆在2楼，所以厕所在2楼，牧师2楼不开放。牧师2楼不开放，你们想，我就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但是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哦。如果真的牧师6点都不开门，那就你们长职可能要来轮流来开，轮流来开门，或者是说，我们这事工就不要做了嘛。如果牧师也不会觉得说这个爱餐很重要，我会讲说，那我就会因为我不想开门。可能在会议上我就说我们事工不要做。对了，郑梅姐说这个事工真的很辛苦然后那个说人都真的是没办法洗碗我们就不要做。好了，牧师我也说好不要做，就把整个事工都弄掉了，事工都弄掉了。教会也是一样，主日学下面那么多孩子，老师都不想要去教。我想相信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希望看到教会是这样子，教会会这样子。其实跟家庭都是一样的，我们常常父母不要说孩子都不想回家，放学都不想回家，回到家都锁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长辈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牧师常在那个社区银发族的那些长辈70、80岁的长辈，我跟他们讲，面对新的一代，我们要做调整，不要老是讲你媳妇怎么样，我们要跟他先主动打招呼。因为现在媳妇跟你们以前媳妇不一样，现在媳妇要上班，你们以前的媳妇是不用上班的，不用上班了，当你主动打招呼，关心她，今天好像有比较累她就觉得温暖了。为什么洛伊笑那么大声？一下笑回来我想我们孩子，感谢主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牧家昨天去看《不可能的任务》了不可能任务。感谢主，让我们孩子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因为当然我们也调整，然后他们也会愿意跟我们讲话，然后我们也愿意把他们当作朋友。我觉得教会其实也是一样是一样最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7节，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很多。也有许多的祭司听从了这信仰。现今的信徒到底要建造怎么样的教会？我们现在到底要建造怎么样的教会？弟兄姐妹，这世界的价值观好像那个圣经说的，好像狮子常常要吞吃我们，吞吃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没办法专心一意的来跟随主耶稣。让我们专心一意来追求那个纯正的福音。其实教会也有分假教会，你知道吗？圣经有时候不是求告主名的就能够进天堂啊。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假教会。反过来说，他们当不追求纯正的福音，反过来注重很多外在的人数，或是要让教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主耶稣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需要我们去打拼吗？不用啦。如果需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我们不需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但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现在长老教会里面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或者是说会有的信仰为什么一直往后？信仰其实跟我们的生命一样，你不进就则退没有说我持平，我的信仰持平。信仰持平代表你是退后的信仰持平是退后的所以不进则退。当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回过头来看，就是上帝的价值观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当我们爱没有在这个家里面，孩子怎么可能想要回家？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牧师承认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跟志梅牧师在吵架。还要感谢那个子怡、子群，那子怡还没出来他们两个就很紧张爸爸妈妈吵架怎么办？
我想这边，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跟这孩子这么说了哈。这边有一个年轻的父母亲，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们也都第一次当妈妈，我们也是刚开始有夫妻的关系，我们也是本来两个不同的一样的人，本来谈恋爱的时候很好，你看小蒋，很好，但是两个人感觉上，你看小蒋跟那个婉柔，你看郎才女貌，郎才女貌不是一定会相处，你知道吗？要相处真的是很不容易耶。我跟志梅牧师，大家也就两个人很配，哇，很好，其实有时候互相的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教会也是这样。当我们上帝国纯正的福音没在教会价值观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爱没在家里面显现的时候，那个家就不能成为家，教会也一样不能成为教会。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要拣选什么？7个，其实是完全数。上帝要拣选7个蛮有信心、圣灵，甚至愿意为他服侍的那7个人出来服侍他的教会。牧师期盼我们都成为司提反，我们可以为上帝殉道，那个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福分，但是我们应该都成为这7个有圣灵常常充满的人，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愿意因为被拣选，我们来尽忠来奉献，让上帝的爱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夫妻显现出来。牧师相信，当我们这样同心合意建造了教会，以耶稣基督的爱做基础的教会，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爱一定会兼顾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的心。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很开心的，我们常常在职场上面碰到一些难题，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也有碰到一些难题，所以就需要用我们的爱，主耶稣的爱彼此来兼顾。那因为我们的彼此的兼顾，也不会让世界把我们吞吃走了，也不会让世界的那美好的外在会消失的东西把我们诱惑走了。而且我们这个特殊不同于世界的这个团体，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愿意让他自己想生命改变，他会进来我们这边。这几年我们看到社青团契，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种类的契友跑来，没有人愿意下班还跑到教会来这边聚会，然后花了1个半小时、2个小时，因为现在的人其实他们内心都很渴望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
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它的诱惑是这么的大，这样的诱惑，艰难的环境也常常吞噬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时常常想靠自己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问题。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碰到这样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呼求阿爸父，阿爸父，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看不清楚方向的时候，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们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你扶持我们，你陪伴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赏赐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也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能够彼此用真心来扶持，也让我们在这样扶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愿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国度跟属灵的眼光，跟有那个属灵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更愿意委身服侍在主你的教会，更愿意让自己在家里在世界成为光成为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